佢哋冇口叫，冇爭吵，只係叫我坐喺樹幹上等住。佢哋話好快就會帶住野餐籃返嚟，話冷藏箱太重啦，佢哋需要從車裏攞，然後引擎先啟動，再亦都冇返嚟。我坐喺嗰度整整1個鐘頭，先允許自己相信剛剛發生嘅一切。彼得我個仔同海倫佢個完美愛整潔嘅妻子已經揸車離開咗，佢哋將我帶到離山深處，唔係嚟食周日午餐，而係把我留低等死，讓我消失。我74歲啦，自從4月摔倒後，我嘅髖關節仲未痊癒。我冇手機，冇拐杖，冇手提包，只有一件運動衫，一雙件行鞋，以及周圍冇盡嘅樹木。我首先感受到嘅係羞恥，好似我做錯咗乜嘢，好似我誤解咗佢哋。也許嗰日朝早我講咗乜嘢佢哋唔中意嘅話，關於海倫那糟糕嘅廚藝，或者彼得每次嚟搵我都只會要錢。也許我只係老咗，刻薄又懶錢，就好似海倫去年聖誕節講嘅咁樣。隨後羞恥感被熱氣取代。雖然係9月中旬，但陽光依然熾熱，讓人好容易忘記夏天，實際上已經過去咗。我移到一棵松樹嘅樹蔭下，坐喺樹根上，試圖思考下一步。好啦，美玲，我低聲對自己話，想想辦法，但我嘅思緒不再敏銳啦。我以前係一名地政士，我喺中壢市區中山路同一間布滿灰塵嘅辦公室工作咗35年。嗰陣時，我嘅頭腦轉得好快，我可以喺幾秒鐘內識別偽造嘅簽名。但而家我時不時會忘記詞語、名字、方向。我1年多冇開車啦，但我冇忘記嗰份背叛。彼得嘅車大約喺11點30分離開，而家已經過咗13點。佢哋唔會返嚟啦。如果佢哋故意從我嘅手提包裏面攞走我嘅手機，我知道佢哋確實咁做啦。咁佢哋亦必想被揾到。然後第二個念頭襲上心頭，貪婪。2個月前，彼得開始詢問我嘅保險，當然講得好無辜。嘿，媽，你最近有冇睇下嗰啲嘢？你知道，以防萬一，佢要料文件，話佢想做準備。嗰陣時我冇嗰省，我甚至笑啦。我話俾佢填文件放喺車庫舊冰箱下面。就喺上週，海倫問我阿瑟過世後有冇更改受益人。我以為佢出於好意，我以為嗰度係佢表達關心嘅一種奇怪方式。但而家坐喺泥濘中，我嘅骨頭開始隱隱作痛，就好似有乜嘢可怕嘅事情正在發生一樣。我明白咗，佢哋以為一切都會好快結束，以為紅、寒冷或一個失足就會要了我嘅命，以為佢哋會話俾警察我走失咗，話我老啦，話人們時不時就會消失，話呢一個冇關係。因為講實話，誰會在乎一個老太太呢？我仲未有喊，我甚至唔害怕，我好憤怒，嗰股怒火支撐住我。當我試圖企起來時，劇痛襲擊咗我嘅右腿，尖銳而似電擊咁，似火焰灼燒我嘅大腿。我咬住嘴唇，等待嗰陣劇痛消退，然後我再次嘗試，呢次更慢，用樹幹支撐住。我嘅手緊捉住樹皮，我一點一點咁撐起身子。我花咗20分鐘先至揾到前進嘅節奏，但我做到咗。一隻腳停頓，另一隻腳我屏住呼吸，牙齒緊咬。森林並唔容易通過，有似繩索一樣嘅樹根，倒下嘅樹枝，不平坦嘅斜坡。喺到達一塊空地之前，我摔倒咗2次，我嘅手被擦傷咗。我嘅膝頭哥透過牛仔褲流血，但每次我都企咗起嚟。我話俾自己，跟住太陽走，往西，永遠往西，嗰邊一定有路。大約下晝16點，我揾到咗一條小溪，我好似動物一樣飲水，用手捧住水，讓佢流過我嘅前襟。我喺嗰度坐咗一陣，唔長，只係為咗喘口氣。然後我又開始咗，我一直走到天黑，寒意好快襲嚟。我唔記得太陽消失後，空氣會變得幾咁殘酷。我揾到咗一棵低垂嘅松樹下嘅凹處，
我把落葉聚集喺身邊，捧低，僵硬得似塊木板。我冇瞓着，我嘅思緒太過喧囂，無法休息。佢一片又一片地重複住同樣嘅話，佢哋把你抌低等死，你嘅仔把你抌低等死。我等待住動物嘅到嚟，等待住恐懼嘅襲擊，等待住放棄嘅衝動，但呢啲都冇出現，只有呢個念頭：如果我活落嚟，佢哋就輸咗；如果我贏咗，屬於我嘅一切，我都要奪回嚟。我徹夜未眠，我嘅呼吸喺黑暗中清晰可見。森林沙沙作響，吱呀作響。當第一道曙光出現時，稀薄、灰暗、神聖，我又企起嚟繼續行走。到咗朝早，我嘅身體僵硬成一片酸痛，咁唔再只係疼痛，而係一種沉重嘅負擔。每一次呼吸都似係喺空腔中拖曳碎石，但我仲活着，而活着就意味住前進。周圍嘅森林喺一夜之間改變咗顏色，清晨嘅薄霧籠罩住灌木叢，蒼白而冰冷，空氣中彌漫住松樹同鐵鏽嘅味道。遠處一隻啄木鳥敲打住一棵空心樹，我把佢當作一個指示。呢度嘅某啲事物仍然有節奏，即使我冇，我嘅鞋子被溪水浸濕咗，我嘅左襪子破咗，邊緣磨破咗我嘅腳跟。當我試圖走路時，我嘅髖關節尖叫住，但個尖叫聲而家更輕啦，就好似一種已經接受咗唔會被聽到嘅聲音。我順住水流走，呢個係我嘅丈夫亞瑟以前常講嘅。如果你迷路啦，順住水流走，佢會將你帶到人們居住嘅地方，或者佢哋喺嘗試中死去嘅地方。我從冇想過，我真嘅會需要嗰個建議。每隔幾百碼，我就會停落嚟，靠住一棵樹。我嘅喉嚨因口渴而乾澀，我嘅嘴唇龜裂，我咀嚼松針，只係為咗產生唾液，味道尖銳而苦澀。我諗起海倫曾經如何責備我喺車裏放住求生裝備，一條舊墊子，一個手電筒，麥片棒。上個月佢提出要清理後車廂時，我把佢哋攞出嚟啦。而家我先至意識到佢真正做咗乜嘢。佢哋已經計劃呢件事好幾個星期啦，也許更久。有一個瞬間喺第二次同第五次摔倒之間，我想躺低落嚟，讓一切結束。佢悄悄咁嚟啦，好似一聲耳語，冇人會嚟，美玲，冇人會揾你。我幾乎相信啦，幾乎。然後我睇到一個糖果包裝紙黏在灌木叢上，閃閃發光，紫色半埋喺泥土裏，一件愚蠢嘅東嘢，但卻係人類嘅。我把佢執起嚟放進口袋裏，作為呢個世界仍然存在於呢啲樹林之外嘅證明。太陽爬得更高啦。中午，世界喺我周圍旋轉，我走得更慢啦，水流聲越嚟越強。也許係一條更寬嘅溪流，也許係一條河。我爬下咗最後幾碼嘅斜坡，睇到咗佢，一條狹窄嘅小溪穿過樹林，淺而流速快。我跪低落嚟，又飲咗一次水，佢嘗起嚟好似係生命與大地交織嘅味道。然後我側身躺低，面頰貼住堤體，笑了一聲乾澀破碎嘅笑聲，驚動咗一隻從附近樹枝上飛走嘅鳥。有幾分鐘，我允許自己想象一架直升機，一個救援隊。新聞頭條：74歲老虎喺荒野中失蹤3日後被發現生還，但即使喺我嘅幻想中，亦冇人嚟揾我。彼得冇尋找，海倫冇哭泣，佢哋可能已經喺度打電話俾保險公司，假裝悲痛。我坐起嚟，手指顫抖，仲未。我低聲話：你哋仲未贏。然後我諗起咗嗰條路，喺我哋轉入森林小徑之前，我哋揸車經過一個加油站，上面掛住一個褪色嘅綠色招牌，省道999號。我只睇到咗佢1秒鐘，但係佢喺太陽升起嘅西方。如果我能一直往西走，我就會再次遇到佢。呢個聽起嚟好荒謬，但荒謬嘅計劃就係我剩低嘅一切。接下嚟嘅幾個鐘頭係一片模糊嘅移動同跌倒，森林地面變成咗石頭同樹根。有一次我滑倒咗，
膊頭撞得咁厲害，以至於我嘅視線模糊咗。我以為我聽到有人叫我嘅名，我回答咗，但嗰只係風穿過樹枝嘅聲音，殘酷又溫柔。傍晚時分，我跌跌撞撞咁摔進一個小空地，嗰度有嘢，一間小屋，或者話係佢剩返嘅一部分。屋頂塌陷啦，門搖搖欲墜，但佢有四面牆，可以遮風擋雨。我好似動物一樣爬咗入去，空氣中彌漫住腐爛同陳舊嘅煙味。角落裏有一張金屬床，生鏽但仍然堅固。我坐喺上面，雙腿顫抖。地板上放着一個鐵罐，一個壞掉嘅打火機，同一本2004年嘅破損雜誌。我無法生火，我嘅手唔聽使喚，但我揾到咗一條墊子，僵硬而污糟，仲係將自己裹咗起嚟。嗰日晚，我允許自己哭泣，唔係因為害怕，而係因為憤怒。憤怒我一生中為佢哋做咗太多方便嘅事，我簽咗支票，支付咗房貸，原諒咗每一次輕微嘅不敬，都歸結為壓力。憤怒，我太過客氣，以至於冇注意到愛何時變成咗方便。黑暗中有乜嘢嚎叫住，我僵住咗，屏住呼吸，聲音漸漸消失。也許只係一隻狐狸或者森林喺嘲笑。你應該確定我已經死咗，彼得。我對住寂靜低聲話，然後我閉上眼睛，把頭靠喺冰冷嘅金屬框架上。喺我瞓住之前，最後記得嘅係透過屋頂破洞睇到樹木嘅輪廓喺烏青色嘅天空中顯得漆黑。我俾自己許下一個承諾，聽日我會揾到辦法。聽日即使要爬，我亦要爬出去。聽日我會開始奪回一切。當我醒嚟時，係自己嘅牙齒因寒冷而打濺嘅聲音。墊子濕漉漉嘅，沾滿咗露水。黎明嘅光線透過龜裂嘅木板，好似纖細嘅手指咁灑落。我仍然喺嗰個破敗嘅小屋裏，但我嘅身體感覺老了10歲。我嘅零頭因口渴而腫脹，我嘅右腿變成咗泥土嘅顏色。有一瞬間，我以為自己已經喺夜裏死去，然後我試圖移動。疼痛提醒我仲未有，每一個關節都喺度尖叫。我嘅手被擦傷，長滿咗水泡。我嘅手掌睇起嚟似我緊捉嘅樹皮，但我嘅頭腦而家更敏銳啦。飢餓就係咁樣，佢把你剝得一乾二淨，只剩低必需品。我慢慢坐起嚟，數住呼吸，1、2、3。呢次世界冇旋轉，呢個係進步。我需要食物。水我可以再揾到，但冇食物，我會喺到達任何道路之前就消失。我搜索咗呢個小小嘅庇護所，乜都冇，只有嗰個鐵罐，半滿嘅雨水。我把佢全飲光。我嘅倒影喺水中蕩漾，一張老婦人嘅臉沾滿咗污垢，眼睛凹陷，但仍然活着。阿瑟嘅聲音呢個時候又返到我嘅腦海中，清晰得就好似佢企喺我身後一樣。你一直都好固執，美玲，太固執啦，唔會輕易死去。佢會喺我發燒時工作，或者自己修補谷倉屋頂時咁講，因為彼得唔擅長爬梯子。我笑啦，即使而家佢亦係啱㗎。我用其中一條長腿當作拐杖，離開咗小屋。外面嘅空氣好尖銳，幾乎帶有金屬味。森林喺早晨聞起嚟唔同，濕潤而原始。陽光觸及嘅地方，蒸汽從地面升起。我又一次跟隨住光線向西，永遠向西。到咗上午，我揾到咗一叢野生嘅糾結嘅黑莓灌木叢，一半嘅漿果都枯萎咗，但有啲仲唔錯。我用顫抖嘅手食住，荊棘撕裂住我嘅手指，嗰甜味幾乎讓我崩潰。眼淚呢個時流咗落嚟，但嗰係生命嘅輕聲淚水。今日唔掂，我低聲話，你聽到咗嗎，海倫？今日不等，前面嘅小徑驟然下降到一條狹窄嘅溝河，岩石、泥土、樹根，一個天然嘅陷阱。我幾乎轉身返去，但斜坡指向我需要去嘅同一個方向，於是我開始下山，用拐杖支撐住自己。下到一半，腳下嘅泥土鬆動咗，我重重地摔咗一跤，
滾咗落去，泥土塞滿咗我嘅嘴巴，我嘅膊頭尖叫住。當我停落嚟時，有一瞬間我動彈不得，天空旋轉住，一縷血流過我嘅膊，我花咗5分鐘先重新跪起嚟，拐杖不見啦。我嘅右腕感覺唔對道，也許係扭傷咗，也許更糟，但呢度嘅空氣唔同，唔咁濃密。我聽到一啲微弱嘅聲音，好似嗡嗡聲，低沉而穩定。我屏住呼吸，引擎聲。我僵住了，傾聽住，唔再咁近，但亦都唔遠。我開始爬向聲音，呢個唔係英勇噶，而係可憐噶、緩慢噶、絕望噶。但佢係一種運動，一寸一寸咁爬過潮濕嘅地面同落葉。我嘅身體早喺幾小時前就唔再屬於我啦。佢而家只係一個工具，我使用佢。經過漫長得好似幾個鐘頭嘅時間，我睇到咗佢。樹木之間閃爍住一道灰光，金屬。我拖住自己靠近，一條路狹窄龜裂，但真實存在。我笑了，一聲乾澀破碎嘅笑聲驚動了一隻從護欄上飛走嘅烏鴉。我成功了，但路上空無一人，冇車冇人，只有寂靜同微弱嘅昆蟲嗡嗡聲。我嘅笑聲變成咗烏煙。我坐喺路邊，吸入灰塵同廢棄嘅幽靈。呢個係自嗰日早上喺樹林裏以嚟，我第一次讓思緒飄回咗機。我想象住榕樹路上嘅房子，牙塞過西錢中嘅紫丁香灌木，嗰個油漆剝落嘅信箱上我嘅名，仲只塗咗一半。陳美玲。我想象彼得企喺車道上，也許正在排練佢俾警察講嘅故事。佢就係走失咗，你知道佢有幾健忘。而海倫一頭完美嘅頭髮應景咁哭泣。佢好擅長呢個，一直都係。我把手按喺粗糙溫暖嘅柏油路上。你會再見到我嘅，我大聲話。你會睇到我走上嗰個門廊，一個影子動咗。有一瞬間，我以為係我嘅想象，然後我聽到咗引擎低沉嘅光明聲，卡車從拐角處開嚟，車頭燈熄滅住。我緩緩咁揮咗揮手，司機猛踩剎車，揚起咗灰塵。一個40幾歲嘅男人落咗車，戴住一頂紅色帽，面上嘅表情就好似見到咗鬼。我嘅天，太太，佢話，你冇事吧？我試圖講話，但話語打結咗，只發出微弱嘅耳語。拜託，我需要進城。佢猶豫咗一下，然後點咗點頭。上嚟吧，我載你一程。佢幫我上咗副駕駛座，駕駛室裏彌漫住汽油同咖啡嘅味道。佢遞俾我一冰礦泉水，我一口氣飲光咗。發生乜嘢事啦？我哋啟程後，佢問道。迷路了嗎？我望向窗外，睇住飛逝嘅樹木。差唔多吧。你有家人喺呢度嗎？我幾乎笑啦。冇啦。佢冇追問，佢默默地開住車。當森林漸漸稀疏，第一批屋頂出現嗰陣，我感覺胸口一緊，唔係解脫，唔係恐懼，而係介於兩者之間。我仲未結束苦難，我只係結束咗迷失。請讓我喺中山路附近落車。我話俾佢知，我可以從嗰度走返去。確定嗎？太太，佢問。我點了點頭。我已經走咗好耐啦。佢把我留喺舊加油站旁，就係嗰日早上佢哋帶我離開前我經過嘅嗰個。我企喺嗰度睇住佢嘅卡車消失喺遠方。我回家了，雖然仍然危險，但離家足夠近，可以開始一場戰爭。我首先注意到嘅係一切睇起嚟多麼正常。汽車來來往往，人們遛狗，提住雜貨，對住手機大嗌。喺加油站，同樣褪色嘅橫幅掛喺窗戶上方，現已供應早餐漢堡。我嘅小鎮冇改變，唔係因為我嘅失蹤，唔係因為我嘅痛苦，生活似乎冇我，亦過得好好。我冇返屋企，仲未有。相反，我緩緩地、跛行地走住，好似一個手術後康復嘅人，沿住中山路走向唯一能讓我喺嗰度消失一小會間嘅地方。
金松旅店，佢從70年代就一直存在，佢仍然有住同樣龜裂嘅霓虹燈招牌同幾盤塑膠天竺葵。我已經20幾年冇入去過啦。自從亞瑟嘅弟弟來訪，飲得太多不能住我哋屋企之後，櫃台後面嘅男人冇認出我。出咗乜嘢事嗎？親愛嘅，需要房間嗎？佢問。睇咗一眼我沾滿灰塵嘅衣服，係噶，我話就一晚。佢冇問問題，也許我睇起嚟似個離家出走嘅人，也許我就係。房間好朗，聞起嚟有漂白水同陳舊嘅空氣。我除低鞋，腳跟上嘅皮膚緊貼住襪子，痛得我皺眉。我冇喊，只係長時間地坐喺床邊，盯住角落裏邊嘅老舊電視，冇打開佢。我可以打電話俾某人，警察、當地警局，但我冇，仲未有。相反，我打開旅館櫃桶，揾到一個薄薄嘅筆記本，同一支頓鉛筆。我開始寫字，唔係一封信，亦唔係一份自白，而係一份我給予佢哋嘅清單。彼得失敗嘅生意，18萬元，房子仍然喺我名下，但為咗稅務原因，佢哋支付咗賬單。我唔再開嘅嗰架豐田佳美，海倫嘅牙科治療，為從未來訪嘅孫子安裝游泳池，3年前喺脅迫下簽署嘅授權書，6個月前更新嘅保險單，彼得被列為受益人。每一行都似拔牙一樣痛苦，唔係因為錢，而係因為我多咁輕易咁講咗係，我話俾自己咁係愛。母親就係咁樣做噶。我哋幫助，我哋付出，我哋保持沉默，但而家每一個係都似一根釘子，而佢哋會用呢一啲釘子嚟建造我嘅棺材。當我完成清單後，我將紙張摺疊起嚟，塞到枕頭底下，然後我躺低，盯住龜裂嘅天花板。我冇瞓着，我只係等待。晚上7點，我離開咗房間，我緩緩地走到鎮邊，朝住榕樹路。我嘅路，我冇走得足夠近，以免被睇到，只係足夠遠，能睇到燈光。我嘅房子燈火通明，門廊上、客廳裏、廚房裏都亮住燈。我認出咗呢個模式，呢個係守靈嘅佈置。然後我睇到咗原因，氣球綁喺信箱上，銀色嘅，似一個道歉賓漂浮住，佢哋正在舉行守靈儀式。我企喺馬路對面一棵橡樹嘅陰影下，睇住客人們陸續到嚟，鄰居、同事、彼得教會嘅一啲人，佢哋帶住食物，互相擁抱，講笑。然後我睇到咗佢，海倫，着住一件深色洋裝，頭髮往後梳，眼睛紅紅嘅，但妝容完美無瑕。佢好厲害，我承認，佢能好似專業人士一樣販賣悲傷。佢企喺台階頂端，手按喺心口。人們表達慰問時，佢點住頭。彼得不在外面，但我能想象佢喺裏面準備佢嘅演講。我哋太早失去佢啦，佢好健忘。我哋以為佢只係出去散步啦。我哋從冇諗過，我感覺唔到任何嘢，冇憤怒，冇心碎，只有一種深刻而精確嘅清晰感。佢哋喺我嘅屋檐下，用我可能付錢嘅食物嚟哀悼我，讓佢哋哭泣，讓佢哋悲傷，讓佢哋暫時相信佢哋已經得逞啦。因為聽日一切都將改變。我轉身走返旅館，每一步都比上一步更堅定。嗰日晚上，我瞓得好沉，冰冷得好似石頭。當我醒嚟時，腦子裏只有一個念頭：我要攞返我嘅錢，我嘅權利，我嘅名。朝早9點，我走轉我嘅銀行。年輕而幹練嘅出納員微笑住，佢睇到我時稍微僵咗一下。太太，好抱歉，我想同埃文斯先生，我嘅客戶經理傾傾。我話沉默，然後佢哋當然將佢從後面叫咗出嚟。5分鐘後佢出嚟啦，攞住一個文件夾同一杯咖啡。佢睇到我時，差啲將2樣東嘢都掉咗。埃文斯先生，我仲活着。我話我想審查我嘅賬戶。我哋坐喺佢嘅玻璃辦公室裏，佢笨拙地擺弄住鋼筆，汗流浹背。我哋被告知你，亦即係你嘅仔，
我冇問佢交俾你咁乜。我平靜咁講，我要求審查我嘅賬戶，佢吞咗口水。係嘅，馬上。呢個花咗1個鐘頭，每一筆交易，每一筆提款，每一筆我未經授權嘅每月自動扣款。結果彼得一直喺度忙住分配、改名、整合資產。佢2週前話俾埃文斯先生，無疑係為咗準備款項。中午之前，我凍結咗所有聯名賬戶。12點30分之前，我撤銷咗授權書。下午1點，我打電話俾我嘅律師。亞瑟嘅嗰個老家伙嗎？佢問。我話揾個更精明㗎，因為呢個唔只係為咗保護我嘅西，呢個係為咗讓佢哋付出代價。下午2點，我返到汽車旅館房間，手裏攞住一份滿是文件嘅檔案，法律嘅、真實嘅、有力嘅，而唔係虛假嘅。我仲未決定乜嘢時候現身，唔係喺晚餐時，亦唔係喺教堂。我唔會等到佢哋以為自己贏咗嘅嗰一日，當支票到達嘅嗰一日，然後我會走進嗰扇門，唔係鬼魂，唔係受害者，而係一個清算。等我離開旅館時，已經過咗2日。我洗去咗面上嘅污垢，用旅館剪刀剪咗頭髮。我甚至從隔壁嘅慈善商店借咗一件亮麗嘅毛衣。當我照住浴室鏡子裏嘅倒影時，我幾乎認唔出自己。我嘅眼睛裏邊有種以前冇嘅嘢，一種平靜、不寬恕嘅寂靜，就好似你唔再追問時先會出現嘅嗰種。我搭計程車到鎮嘅另一邊，我冇話俾司機我真正住喺邊度。喺楓樹大道同陽光街附近，我話嗰棟有紫丁香嘅白色空。佢點咗點頭，佢唔在乎。我對此好感激。當你計劃死而復生時，唔在乎嘅人好有用。空氣沉重，彌漫住即將落雨嘅氣息。我請佢提前半個街區停車。我落車時髖關節疼痛，但嗰疼痛而家感覺唔同啦，少咗痛苦，更似係證明我活下嚟啦。轉過街角時，我首先注意到嘅係一條橫幅，追悼陳美玲女士1949到2023。佢哋把佢掛喺我嘅門廊上。我停下腳步，只係盯住我嘅門廊，我嘅名字，我嘅死亡。佢哋甚至使用咗亞瑟葬禮上嘅照片，就係我着佢喺墾丁海邊小鎮俾我買嘅藍色披肩嘅嗰張。佢哋一定從我臥室嘅牆上取走咗佢。喺車道上，彼得正在同一個穿深色西裝嘅男人講話。保險公司嘅代表，我猜嘅。佢嘅姿態出賣咗佢。嗰種客氣嘅傾身，排練好嘅點頭，虛假嘅同情。海倫喺佢身邊徘徊，雙手緊握，雙眼濕潤。佢把自己嘅角色扮演得完美無缺。我匿喺鄰居嘅樹麗後面，睇住彼得而家打得好乾淨，頭髮往後梳，着住我送佢生日禮物嘅西裝外套。佢睇起嚟比實際年齡年輕。佢總係好擅長喺重要場合保持體面。咁男人遞俾佢一份文件，彼得毫不猶豫咁簽咗名。㗎，好吧。代理人話，支票一旦入賬，您就會收到郵寄確認。再次，對於你嘅損失，我深感抱歉。彼得嘅聲音平穩冷靜，多謝。佢係一位好棒嘅女人。我幾乎笑啦。一位好棒嘅女人，一個你哋拋棄喺樹林裏嘅人。個男人開車離開後，海倫轉向彼得，車子一駛離視線，佢嘅笑容就消失咗。咁幾多錢？夠啦，佢話，綽綽有餘。我睇到佢哋走進屋裏，海倫挽住我個仔嘅手臂，佢同佢完美嘅妻子正在我嘅屍骨上規劃佢哋嘅新生活。我一直待喺外面，直到落雨，冰冷嘅雨滴稀薄而無情。然後我走到街尾，坐喺公車站旁邊，一個中年婦女提住購物袋，遞俾我一張面紙。喪禮嘛？佢輕聲問。朝房子點咗點頭。我猶豫咗一下。差唔多吧。佢溫柔咁笑了笑。我媽嘅忌日係上周，有時仲係會期待佢打電話嚟。傻吧？不傻。我話，只係人之常情。嗰日晚上，我又返到咗旅館。
我第一次打開咗電視，係當地新聞，悲劇仍在繼續。親友們哀悼74歲嘅陳美齡失蹤。主播話，當局尚未排除意外。佢哋播放咗我嘅照片，我嘅房，我個仔，虛假嘅悲傷。我默默地睇住呢一切，然後我關掉電視，坐喺黑暗中。我冇悲傷，我感受到一種奇怪嘅日益增長嘅滿足感。佢哋建造咗一個完美嘅謊言，而我將會一顛一顛嘅用真相將其焚毀。第二日朝早，我返到銀行，埃文斯先生做得好好，賬戶已經凍結，人壽保險正在調查中，法律程序已經啟動。然後我打電話俾我嘅律師戴維斯女士，佢似玻璃一樣鋒利，40幾歲，眼神像老鷹一樣銳利。我係透過旅館櫃檯服務員嘅表親介紹，先至揾到佢嘅。對於所有嘅人嚟講，小城鎮都有其用處。我把一切都話俾佢知，佢仔細傾聽，每一筆交易，每一份文件，每一次操弄，佢冇打斷我。當我講完時，佢輕聲話：陳女士，如果呢一切有一半係真嘅，咁就係企圖謀殺。我點咗點頭，佢哋唔會咁睇。佢扶咗扶眼鏡，也許唔會，但警察會，尤其係當佢哋發現係邊個提出索賠時。我唔想讓佢哋坐監。我話仲未，首先我要奪回一切。戴維斯女士微微一笑。咁，我哋就從房子開始。嗰日下晝，我哋一齊揸車去咗嗰度。佢堅持讓我留喺車裏，而佢去同佢哋談話。雨已經變成毛毛細雨，透過車窗，我睇到佢走上門廊。佢敲咗敲門，海倫開咗門。起初有啲困惑，然後警惕起嚟。彼得出現喺佢身後，佢哋簡短而緊張咁交談住。戴維斯女士遞俾佢哋一個信封，一份法律通知。我聽唔清佢哋講咗乜嘢，但海倫嘅面色變咗3次。彼得嘅下巴緊繃，佢睇咗一眼街道。佢嘅目光掃過停喺路邊嘅車，卻冇認出嚟。然後戴維斯女士轉身返嚟，佢平靜地、鎮定地滑入副駕駛座。佢哋有72小時搬離住所。佢話：我透過擋風玻璃凝視住我門廊濕漉漉嘅倒影。好吧，您需要出庭。佢補充道，以確認你嘅身份。我微微一笑，我會去嘅。嗰日晚上，我把信封放喺床頭櫃上瞓住咗。雨敲打住窗戶。自從喺樹林裏以嚟，我第一次感受到某種平靜，唔係嗰種柔和嘅平靜，係嗰種暴風雨來臨前嘅平靜。聽日佢哋就會知道。法院裏彌漫住檸檬擦光劑同陳年糾紛嘅氣味。我坐喺3B 號法庭旁嘅木凳上。文件放喺膝上，手指輕觸邊緣，周圍嘅人竊竊私語 ，shuffling， 不尖敲擊住台面，離婚訴訟、小額索賠、遺產糾紛。但我嚟到呢度，因為我死而復生，而且我有文件證明呢一切。陳女士，引導員嘅聲音平靜而客氣。我企咗起嚟，膝蓋僵硬但係穩定。係㗎。佢打開咗門。佢哋準備好咗。法庭裏幾乎空無一人，只有法官、書記員以及坐喺我身旁嘅戴維斯女士。對面台坐住彼得同海倫。彼得喺我走入嚟嘅嗰一刻，猛地抬起頭。佢張開嘴，然後又閉上。我睇到佢臉色煞白。海倫冇轉過身，唔係馬上，佢只係直視前方。雙手合十，好似個喺教堂裏嘅女孩，但我睇到佢嘅膊頭僵硬起嚟，仿佛佢感覺到一個鬼魂從佢身邊擦過。法官睇住面前嘅文件，本次聽證會涉及確認陳美齡女士嘅身份，與第三方發起嘅財產同保險索賠有關。申請人是否在場？我在。我話，聲音平穩。彼得眨咗眨眼，然後猛地企咗起嚟。法官大人，呢個太瘋狂啦！佢猶豫啦，講唔出口。活住。我替佢補上。我活着。海倫終於睇向我，
然後佢嘅目光掃視住我，好似我係一個假裝成別人嘅街頭藝人。佢一句話亦冇講，但我從佢臉上睇到咗恐懼。法官冇微笑，但佢嘅語氣變得溫和。我哋將從確認你嘅身份開始。陳女士，我遞俾佢我嘅出生證明，我嘅身份證，我嘅駕照，冇效㗎，但仍然係我嘅。戴維斯女士提供咗我從森林逃脫後第二日去睇診嘅診所醫療記錄、傷勢照片、嗰日朝早報案嘅警局報告，一切都一頁一頁地鋪展開嚟。法官默默咁審閱住呢一切，彼得好似塊石頭一樣坐住。我只睇到佢睇咗一眼海倫，嗰一眼神說明咗一切。呢個唔喺計劃之中。佢哋以為我會悄無聲息咁死去，以為大自然會掩蓋佢哋嘅罪行。然而我卻帶住證據同證人返嚟啦。經過長時間嘅沉默，法官抬起頭。法院認定陳美玲女士喺法律上仲活住，並且完全有能力管理自己嘅事務，立即生效，所有財產同財務權利歸還俾佢。戴維斯女士點咗點頭。我哋將開始程序，撤銷授權書轉讓，並恢復榕樹路房產嘅所有權。法官敲響咗法槌一次，照此執行。就咁，冇戲劇性，冇憤怒，只有法槌聲響起。佢哋嘅遊戲結束咗。當我哋起身離開時，彼得走上前嚟，佢嘅聲音低聲講道：媽，你做緊乜嘢？我直視佢嘅眼睛，我要返屋企啦。海倫捉住佢嘅手臂，把佢拉開。不，佢嘶聲話，但我仲未講完。我轉向法官，法官大人，我請求喺我返回住處時，警方能提供協助。法官點咗點頭，准許。嗰日下晝，我遠遠咁睇住一名警察敲響咗我個門。彼得開咗門，講咗啲乜嘢？警察遞俾佢一份通知，就係戴維斯女士之前已經俾過佢哋嘅嗰份。海倫企喺走廊裏，雙臂交叉，一動不動，不說話。佢哋而家只剩低48小時。我冇回旅館，我喺圖書館附近嘅一間小旅館辦理咗入住。我獨自走過嗰個街區，坐喺一家老麵包店外嘅長凳上，睇住人們經過。冇人認出我，或者亦許佢哋認出嚟啦，但唔確定自己係唔係睇到咗鬼魂。嗰日晚上，我又寫作咗。呢一次唔係清單，唔係事實，而係一封寫俾我孫女美根嘅信。如果佢哋讓你相信我死咗，我想讓你知道真相。我冇死，佢哋拋棄咗我，但我返嚟啦。我返嚟唔係為咗復仇，我返嚟係為咗記住我係邊個。你總係睇到我，即使佢哋冇，我會等你準備好嚟揾我。愛你嘅奶奶。我截好信，封好，喺黎明時分把佢寄到咗郵局。櫃台後面嘅女人睇住名字同地址。你嘅家人嗎？佢問。我笑啦，仲唔係，但也許有朝一日會係。然後我轉向榕樹路，我嘅路，我嘅門廊，我嘅名字仍然喺信箱上。聽日佢哋將不喺嗰度，而我將走回我嘅屋企，唔係作為客人，唔係作為母親乞求空間，而係作為親手建造佢活着且自由嘅女人。我原本唔想去報警，唔係因為我害怕佢哋唔相信我，盡管我知道呢個有風險。我唔想去，係因為呢個會讓一切變得真實。因為當你俾某件事命名時，佢就會成為你必須永遠背負嘅嘢。但係佢哋所做嘅事情有一個名，我唔再假裝唔知道啦。嗰日朝早，太陽高照，冇雨冇霧，只有明亮、誠實而銳利嘅光芒。我着上一件喺二手店買嘅深藍色恤衫，扣子扣到最上面，左臂下有一個小小嘅破洞。我冇修補佢，讓佢哋睇到破損，讓佢哋知道並非所有事物都光潔整齊。警察局冇變，仍然係嗰啲磨損嘅塑膠凳，角落裏仲係嗰面旗幟，接待櫃台上仲係嗰塊潦草嘅招牌，請和善。我哋喺呢度提供幫助。我走上前去，櫃台後面嘅女人從電腦上抬起頭。早安。
我能幫你嗎？係㗎，我話我想報案。佢嘅表情冇改變。好嘅，報乜嘢案？企圖謀殺。我話而家佢睇住我啦。你話乜嘢？我叫陳美玲，74歲，住喺榕樹路。我遞俾佢我嘅身份證同戴維斯女士我份摺疊好嘅文件，一份經過公證嘅聲明，上面有日期、醫療記錄同時間線。5日前，我個仔同佢嘅妻子把我拋棄喺離山，任我自生自滅。佢緩緩地眨了眨眼。請稍等。10分鐘後，我坐喺一間冇窗戶嘅小房間裏，嗰種即使天氣冷，亦會讓你開始冒汗嘅房間。一位年輕嘅警官走咗進嚟，係諾瓦克警官，大約30歲，髮型整齊，一張臉睇起嚟喺筆記型電腦後比喺森林裏更自在，但佢嘅眼神好平靜。陳女士，我好抱歉，我哋被告知你已經去世啦。係㗎，我話。我亦係。佢猶豫咗一下。我可以錄低呢一次談話嗎？我點咗點頭。一盞紅燈開始閃爍，佢雙手交疊。請從頭講俾我聽一切。於是我話俾佢，從嗰日早上佢哋話要去短暫健行，到佢哋駕車離開嘅嗰一刻，到我喺樹林裏度過嘅2個夜晚，水泡、漿果、生鏽嘅小屋，走到路上，在我一程嘅卡車司機、旅館、銀行、律師以及已經啟動嘅保險文件。我冇喊，冇畏縮。諾瓦克冇打斷我，除咗問一啲日期同姓名，佢把所有事情都寫咗落嚟。當我講完時，我挽起袖，俾佢睇我手臂上仍然淡去嘅瘀傷，手掌上嘅擦傷，腳踝上撕裂嘅皮膚。我已經睇過醫生啦。我話一切都有記錄。佢沉默咗好耐。你有冇諗過佢哋點解會咁做？我睇咗睇佢，我睇咗睇佢。警官，您係個聰明人，您知道點解？錢，人壽保險將近300萬元。我話加上房子、賬戶以及佢哋以為能留低嘅一切。佢緩緩嘆咗口氣。您明白咁會好棘手，呢個係你嘅家人。曾經係，我糾正道，而家唔係啦。佢點咗點頭。你希望提出控訴咩？我希望佢哋被追究責任。我唔係為咗報復，我係為咗真相。佢合上文件，我哋會喺48小時內同你聯繫。如果你嘅陳述屬實，睇起嚟好可能會屬實，我哋將會繼續處理。我企咗起嚟，我嘅膝頭哥發出嘎吱聲，但我唔在乎。警官，係得，我知道呢一個睇起嚟似乜嘢？老婦人，家庭問題，糟糕嘅決定，一點點錢好容易被忽視。佢冇反駁，但我從嗰片森林裏爬出嚟，就係為咗正視人們嘅眼睛。我唔只係一個母親或一個受害者，我係一個證人。我打算俾我嘅聲音被聽到。佢嘅臉冇改變，但係佢嘅姿態卻有所不同。非常好，太太，外面陽光刺眼。我從口袋裏攞出我嘅太陽眼鏡，就係嗰個旋轉架上嘅便宜貨。我好似穿盔甲一樣戴上佢。我冇返屋企，仲未有。我去咗中山路一家咖啡館。自從亞瑟過世後，我就冇去過嗰度。我點咗一杯黑咖啡，坐喺窗邊睇住人們生活，然後等待。2個鐘頭後，我嘅手機震動咗，一個陌生號碼。陳女士，諾瓦克警官嘅聲音，此有二之號。陳女士，陳女士，有二之號。陳女士，諾瓦克警官嘅聲音。我哋已經審閱咗初步文件，我已經指派咗一個團隊，我哋正在啟動正式調查。我閉上眼睛，唔係為咗放鬆，而係為咗準備。佢哋曾經往我身上潑中水，而家佢哋將會睇住我企起嚟。曾幾何時，我願意為彼得付出生命，唔係嗰種戲劇性嘅電影裏面嗰種方式。我嘅意思係嗰種安靜嘅日常嘅方式，嗰種你為咗讓孩子去校外教學而打2份工，
你為咗慳下足球俱樂部費用而晚餐只食烤麵包。鄰居問你點解前窗又破啦嘅時候，你替佢哋撒謊。我為佢一啲一滴咁死去，但嗰時我以為母親就該咁做。阿瑟同我好萬千有距，我36歲，阿瑟41歲，大家都話我哋好勇敢，咁接近中年先至生孩子。我冇覺得勇敢，我只覺得幸運。彼得係個溫和嘅孩子，總係溫暖，總係伸出援手。佢蜷縮喺我身邊瞓覺，仿佛佢從不需要別人。佢4歲時話俾我聽，我做咗世界上最好食嘅鬆餅。佢8歲時話有一日佢會俾我買一棟金屋頂嘅房子。佢12歲時，我離開去參加一個周末培訓課程，佢喊啦。佢16歲時，除非佢想要乜嘢，否則佢就唔再同我講話。我話俾自己呢個係正常嘅，青少年會疏遠，然後佢哋會翻嚟，但彼得從未翻嚟。佢上咗半工半讀嘅大學，然後1個學期後就跨學咗。佢喺一家保險公司揾到咗一份工作。佢23歲時搬咗出去，不遠，只有20分鐘嘅路程。但呢個似另一個星球一樣，佢唔再打電話，唔再探訪，除非佢需要乜嘢，通常係錢。佢第一次要求借錢，金額好少，只有8000蚊。媽，我薪水遲發咗，然後係2萬蚊，然後係8萬蚊，然後係4萬蚊。我總係俾。我有存款，我有亞瑟嘅退休金，我仲有一個小男孩嘅記憶。佢曾經俾我做咗一張卡片，上面寫住你係我最好嘅朋友，媽咪，永遠。我保留咗嗰張卡片，而家仲有對折放喺我嘅聖經裏，就好似一朵嚟自另一個季節嘅壓花。然後海倫嚟咗，佢似一陣香水同強烈意見嘅風一樣出現。佢笑得太開，擁抱得太短。佢會話：哦，呢個唔係挺可愛嘅咩？當我展示我做嘅棉被時，佢話我應該把房子縮小，因為我呢個年紀爬樓梯唔安全。彼得喺佢身邊改變咗，或許佢只係更真實咁展現咗自己。佢處理一切，佢嘅電子郵件，佢嘅賬單，甚至有時候係佢嘅手機。我哋只係想簡化事情。佢曾經話：你知道佢有幾咁冇條理，但我更清楚，佢哋一顛一顛咁接管咗我嘅房啦。起初佢哋只係喺佢哋嘅公寓被分徵時周末留宿，然後因為廚房需要維修而住咗1個月，然後突然間我住喺客房裏，而佢哋正在管理呢棟房。佢換咗家具，粉刷咗牆壁，掟掉咗我嘅茶壺，話佢有裂縫，話佢危險。佢哋從未問過，我亦從未阻止佢哋。我話俾自己，我喺維持和平。彼得承受住壓力，海倫即使抱怨，亦係出於好意，但喺內心深處，我感受到咗嗰緩慢嘅抹去。佢始於空間，然後係例行公事，然後係決定，然後係名字。佢不再叫我媽。當我哋同佢嘅朋友喺一齊時，佢開始叫我美玲。佢話咁樣更現代。佢話陳太太聽起嚟太正式啦。但係媽媽讓人覺得我比實際年齡老。我笑了笑，不以為意，話俾自己都咁唔重要，但佢的確重要，因為當一個人抹去你嘅名字時，就係佢哋開始忘記你係一個人嘅時候。當佢哋要求我簽署財務授權書時，以防萬一發生乜嘢事，我第一次猶豫啦。但佢哋帶嚟咗文件，佢哋帶嚟咗咖啡，佢哋帶嚟咗魅力。我又一次話俾自己真冇關係，我冇乜嘢好隱瞞嘅。嗰係彼得眼中最後一次出現溫暖嘅時刻。嗰之後每一次互動都帶住一種鋒芒。你記得繳房屋稅啦嘛？你補充處方藥啦嘛？仲喺為教堂開支票，咁可唔聰明？媽，佢嬲氣嘅時候先會叫我媽，只有嗰時，然後係保險單。我哋只係更新一下。海倫甜甜地話：佢太過時啦。你仲把亞瑟列為主要受益人啊？我睇咗睇佢，亞瑟已經死咗。佢笑咗，好似我反應遲鈍。冇錯，所以我哋把彼得列上去，為咗安全。你知道㗎，
就喺嗰一刻，我甚至冇向自己承認，我從佢嘅眼中睇到咗，唔係不善良，亦都唔係關心，而係意圖。然而，我仲係簽咗名，因為我嘅一部分仍然想相信自己好重要，仍然希望佢記得嗰啲鬆餅，嗰個金屋頂嘅承諾，我聖經裏嗰張蠟筆卡片，但承諾會褪色，兒子會遺忘。呢就係我喺森林裏醒來時想嘅，口渴難耐，喉嚨乾燥，腿扭曲喺我身下，呢個就係我想嘅，爬向光明，而呢個係我而家知道嘅，我嘅身體返嚟啦，我嘅命恢復咗，我嘅門廊被修復咗，佢哋冇試圖殺我，唔係因為佢哋恨我，佢哋咁做係因為我變得唔方便，因為佢哋認為我已經冇用啦，但佢哋錯咗。我仲喺呢度，而且我一生中第一次，佢哋將會睇到我真正嘅樣，冇善良可以躲藏，冇愛可以保護佢哋，冇沉默可以拯救佢哋，唔再係母親，唔再係銀行，唔再係鬼魂，只有我陳美玲。當我哋駛近時，佢哋仲喺嗰度。一輛搬家公司嘅卡車停喺車道上，後車門敞開住，旁邊堆住兩個行李箱。但裏面乜嘢都冇裝，窗簾仍然拉住，門廊燈熄滅住，郵件仲未有冬。佢哋冇準備離開，佢哋喺等住某人改變主意。我冇。警官首先落車，年輕、安靜、按部就班。戴維斯女士跟在佢後面，一如既往咁平靜，手裏攞住一份法院命令。我最後先至打開車門。我慢慢咁嚟，我嘅腳踏上車道，好似一個承諾。警官敲咗敲門，冇回應，佢又敲咗一次，更響亮。你哋已經收到咗正式通知，時間到啦。我哋聽到咗動靜，百葉窗被拉開嘅聲音，然後門開咗，海倫企在嗰度，着住緊身褲同一件超大號嘅運動衫，頭髮盤成高高嘅髮髻，仿佛係洗衣日。佢睇住我嘅眼睛，然後目光越過我，仿佛我只係一團霧氣。呢個係點回事？佢平淡咁問。戴維斯女士上前一步。根據緊急財產轉讓撤銷令，你哋正被正式驅逐。根據法院命令，合法所有者已經返嚟啦。你係講佢？海倫嘅嘴唇扭曲住。係的，佢。戴維斯女士話。彼得出現喺佢身後。赤腳，半剃住鬍子，手裏拿住手機。呢個冇必要。佢話我哋正在上訴，你哋唔能夠就咁闖進嚟。警官舉起手，先生，你哋有72小時。你哋收到咗書面通知同搬離住所嘅時間。呢個唔係討論。彼得呢個時看住我，呢個係自森林事件以嚟佢第一次真正嘅睇住我。佢冇叫我嘅名字。冇問我好唔好，冇話對唔住。佢話你毀咗所有嘅一切。我幾乎笑啦，因為呢個係真㗎。佢哋唔只係指望我嘅死，佢哋喺我死後建立咗一整個生活。而而家我企喺門口，手裏攞住法院命令同2名證人，活着且毫不畏懼。我會喺外面等。我平靜地話，你哋有20分鐘。海倫交叉雙臂。你覺得咁樣讓你好高尚咩？你覺得有人在乎咩？你只係一個刻薄嘅佬。戴維斯女士打斷咗佢，佢嘅聲音依然溫柔。你咁做對你自己冇幫助，陳太太，我唔係佢。海倫咆哮道：我話你從來都唔係。佢哋砰地關上咗門。屋裏我聽到櫃桶打開嘅聲音，鬼搬滿嘅箱匆忙碰撞嘅聲音。但我冇動，我企喺我嘅人行道上，睇住街道。鄰居們冇睇，窗簾輕微晃動，但冇人出嚟。小城鎮知道點樣假裝冇睇見。警官企喺台階旁，戴維斯女士企喺我身旁。你想講乜嘢嗎？佢輕聲問。佢點點頭，不，佢等緊。但你確實想講？我話吧。我睇咗睇我嘅花園。嗰啲乾枯嘅花盆，佢哋從未修剪過嘅樹籬。我花咗30年照顧呢棟房，油漆、漏水、維修，每一道小刮痕，
我曾經為佢感到驕傲，然後我花咗5年睇住佢哋毀咗佢，一點一點咁。起初佢哋改變咗油漆，然後佢哋改變咗規則，然後佢哋改變咗我。戴維斯女士冇打斷我。我以為愛意味住沉默，意味住付出，意味住耐心。而家呢？佢問。而家我知道愛絕不應該被視為理所當然。我話，而沉默亦並非總係一種恩典。有時候佢只係許可。門開咗，海倫先走咗出嚟，手裏提住一個運動包同一個貼住辦公室標籤嘅塑膠容器。佢冇睇我。彼得走得慢一啲，佢孭住一個背包，手裏提住一個行李箱。佢嘅眼睛充血，襯衫鬆垮。佢走到台階中間停咗落嚟。你本來可以跟我鏗鏗㗎，佢話。我貪過啦，我回答。你停止咗傾聽。佢睇起嚟仲想話啲乜嘢，但佢冇。佢哋默默咁將嘢裝上車，我等緊佢哋開走。然後我走咗入去，空氣有啲陳舊。客廳裏彌漫住香草同化學品嘅空氣清新劑味道。牆壁仍然係海倫堅持嘅淺灰色，窗簾係新嘅，但房子嘅形狀仍然係我嘅。屋內嘅寂靜並非空無一物，而係潔淨。戴維斯女士跟喺我身後走過，檢查文件，拍照存檔。警官做咗筆記，然後走到外面用無線電確認。我企喺廚房門口，我嘅舊茶壺唔見咗，亞瑟同我喺墾丁買嘅果盤亦都唔見咗。照片牆被樹木嘅印刷品同草書寫嘅引文取代咗，其中一幅寫住家庭就係一切。我把佢從牆上取落嚟，輕輕地放喺台面上，然後我打開後門，讓空氣入嚟。後嚟等所有人都離開後，我泡咗茶，唔係用我嘅茶壺，嗰個唔見咗，而係用我喺水槽底下揾到嘅一個凹陷嘅鍋子。我企喺後院紫丁香花叢旁冚住茶，佢已經好幾年冇開花啦，或許春天會開，或許唔會，但佢又屬於我啦。每一根乾枯嘅樹枝，每一個難睇嘅房間，每一個壞掉嘅櫃套都係我嘅。而呢一次我唔會將佢還返去。我冇打電話俾美根，我只係寫咗信放進信箱，然後等待。我冇指望佢會嚟。佢而家住喺不同嘅縣市，大學、工作，佢自己嘅生活。而且自從亞瑟去世後，佢已經1年冇嚟睇我啦。但喺我收返空寂嘅3日後，我聽到敲門聲，唔係門鈴，而係敲門聲，輕輕嘅，唔確定嘅。我打開門，佢就企喺嗰度。24，也許25歲，頭髮比我記憶中更深，一個鼻環，腳邊放住一個小行李箱。我哋互相睇住，佢先開口啦。你仲活着？我點咗點頭，睇嚟係。佢咽咗口水，佢嘅眼睛濕潤啦，但眼淚冇掉落嚟。我以為佢哋喺搭檔撒謊。我係話我希望，但佢哋話佢打住咗，睇向身後，仿佛仍然不確定自己不是喺度做。進嚟吧，美根，我話。佢緩緩咁走咗入嚟，仿佛佢動得太快，空氣就會破碎。佢企喺走廊裏，環顧四周。佢哋改變咗一切，佢哋試過咗。我話佢放下行李箱，然後佢轉身，用力咁抱住我。冇言語，只有溫暖同壓力，以及嗰種我曾經知道嘅味道。洗髮精同筆記本，以及某種我再也話唔出名嘅年輕氣息。我冇喊，但我感覺胸口有乜嘢嘢裂開咗。我哋坐喺廚房裏，冇多講乜嘢，亦冇任何解釋。我泡咗茶，佢往茶裏倒咗蜂蜜，就好似小時候倒得太多啦。我睇住佢咁做，有一瞬間，我覺得時間停止咗。然後佢輕聲話俾我到底發生咗乜嘢事。於是我話俾佢，唔係一次性講完，亦唔係好似演講一樣，而係一點一點咁講。我話俾佢森林啊，木頭，卡車開走，樹下嘅夜晚，小溪。當我以為自己會死時天空嘅樣，小屋、公路、旅館、清單，佢一句亦冇打斷。當我講到房子同法庭，以及我走入去時，佢父親眼中嘅神情時，佢向前傾身。
雙手環抱住馬克杯，仿佛需要佢嚟保持清醒。當我講完事，佢靜靜咁坐住，面上冇任何表情。咁，我一直知道佢哋有問題。佢點咗點頭。即使我小時候，佢亦唔似你，佢睇唔到人哋。佢抬起頭，你係我唯一一個真正睇到我嘅人。我唔知道該講乜嘢，所以乜嘢都冇講。佢哋試圖咁做，我並唔驚訝。佢話，但我仍然好嬲氣，唔係對你，係對佢哋，因為佢哋以為佢哋可以抹去你。佢哋幾乎成功了。我承認，但你返嚟了。我咁做唔係為咗懲罰佢哋。我話，我係因為我記起咗我係邊個。佢睇住我，佢嘅眼睛閃閃發光。你係我嘅奶奶，為咗乜嘢？我笑啦。我仲係，只要你願意。佢從包裏掏出一本筆記本。佢哋話，你死咗嘅時候，我開始寫關於你嘅事情。我唔相信佢哋，但我需要一個地方嚟記錄。佢翻開第一頁，大聲讀住。佢係唯一一個我認識嘅女人。佢能夠讓沉默感到安全。佢自己做果醬，從不噴香水。佢聞起嚟有洗衣粉同舊書嘅味道，仲有一種我從未有過名，但當我獨自醒嚟時仍然想念嘅味道。我聽住，呢一次我讓眼淚流落嚟，因為咁耐以嚟我一直係隱形嘅。咁耐以嚟，我一直以為我把生命浪費在咗不愛我嘅人身上，但呢個女孩，呢個女人，記得，或許呢個就足夠啦。我哋度過咗嗰個下晝，修理門廊燈，重新佈置客廳，喺閣樓裏揾到海倫賽進錶，有捐贈字樣塑膠容器裏嘅老棉被。我哋把其中一條掛喺梳化背上。我想袋幾日，美根話。你想袋幾耐就袋幾耐。我回答。嗰日晚上，我哋喺我嘅筆墊上睇咗一部電影。我哋用亞瑟以前用過嘅同一個碗食爆米花。佢睇到一半就瞓着咗，蜷縮喺一條棉被下。我坐喺佢旁邊，睇住佢呼吸。唔係所有破碎嘅嘢都能被修好，但有啲嘢會翻嚟。唔係因為你追逐佢哋，而係因為你活得夠耐，佢哋終會揾到你。我係喺星期三早上接到電話嘅，美根仲喺樓上瞓覺，地板加吱作響，一如既往，熟悉而真實。我正坐喺廚房窗邊飲茶，電話響咗，一個陌生號碼，本地區號。我接聽前就知道。陳女士，諾瓦克警官話，統千能，接 Penjin 千能，以千能。我哋今日上晝11點需要你。佢冇詢問，佢陳述咗，呢個意味住案件已經向前推進咗。我被起訴咗嗎？我問。不，太太，但我哋需要你為案件提供正式聲明，而且仲有一啲問題。佢小心翼翼咁講咗呢句話。問題？我會去嘅。我話，我冇叫醒美根，我喺廚房餐台上俾佢留咗一張紙條。中午前返嚟，照我教你嘅方式泡咖啡，小火慢煮，冰箱裏有麵包，愛你。然後我着好衣服，深色褲子，白色恤衫，婚戒仍然戴喺手指上，唔係出於感傷，而係為咗清晰。我建立咗一生，佢有重量，讓佢哋睇到。警察局一如既往咁彌漫住氣味。漂白水、紙張以及一點點酸味。諾瓦克警官喺門口迎接我，呢邊走。佢話，我哋坐喺一個冇窗戶嘅小審訊室裏，兩把凳，一張台，冇玻璃，冇戲劇性，但有一台錄音機。佢打開咗佢。日期：星期三，時間上午11點06分。在場警官：馬修·諾瓦克警官。受訪人陳美玲女士，目的就家屬彼得陳和海倫陳涉嫌企圖謀殺案提供正式陳述。佢睇住我，準備好未？我點了點頭。佢緩緩開始，請從頭開始講述嗰日朝早嘅情況。健行，我又把一切都話俾佢，呢次講得更詳細啦。彼得聲音中虛假嘅歡快。
我哋到達小徑時，海倫點樣查看手錶，佢哋點樣要求我坐低休息片刻，以及佢哋離開後嘅嗰份寂靜，比任何告別聲都更響亮。諾瓦克匆匆寫下筆記，點頭要求澄清。佢又問：咁佢哋有冇講過乜嘢暗示意圖嘅話？讓呢個唔只係遺棄。我直視住佢嘅眼睛，佢哋攞走咗我嘅水、我嘅手機、我嘅身份證。佢哋乜嘢都冇俾我留低，只留低一個微笑同一個謊言。咁唔係意外，咁係算計。佢冇反駁。而當我返嚟嘅時候，我補充道：佢哋已經提出咗人壽保險索賠。咁唔係恐慌，咁係準備。諾瓦克往後靠咗靠，我哋有索賠文件，簽署並歸檔啦。生身後，喺您失蹤2日後，5日未報失蹤。我點了點頭，因為佢哋以為我活唔到咁耐。長久嘅沉默。陳女士，您希望逮捕佢哋嗎？呢個係我知道會出現嘅問題。美根小心翼翼回避嘅問題，戴維斯女士唔敢問嘅問題。我毫不猶豫咁回答：我希望佢哋承擔責任。呢個表示你不能活埋你嘅母親。然後帶住支票走開。咁唔係家人，咁係詐欺同企圖謀殺。佢點咗點頭一次。我哋正在立案，但會受到嚴格審查。我唔係嚟尋求同情噶。我話我係嚟尋求真相噶。佢睇起嚟好疲倦，唔係不善良，只係疲憊。您異常咁平靜。佢終於講到：我已經經歷咗最艱難嘅部分。我回答：剩低嘅只係文書工作。我逐頁簽署咗聲明，手冇塵抖，冇停頓。當我記起神時，佢送我到門口。我哋會好快同你聯繫。您做到嘅比大多數人都多。我微微一笑。生存就係咁。警官，你唔會因為唔方便就停落嚟。我再次踏入陽光下，空氣清新、寒冷。今日10月特有嘅寒風刺痛住你嘅肺。我冇直接回家。我喺雜貨店停咗落嚟，買咗檸檬、百里香、新鮮麵包。美根鍾意真正嘅食物，佢話嗰就好似記憶。當我返到屋企時，佢正坐喺門廊上讀書。佢抬起頭：一切都好嗎？我坐喺佢旁邊。我正在康復。佢哋會坐監咩？我睇向街尾嗰個掛住我名字嘅信箱。我唔知道，講唔歸我管。但我希望佢哋付出代價。我冇說，我希望佢哋被睇到。從某種意義上話，呢個更糟糕。佢冇說話，只係將頭靠喺我嘅膊頭上。我哋靜靜地坐咗好耐，然後佢話：你讓我有啲害怕。我笑了。好好。也許呢代表我終於做啱埋一啲事。信封係米白色嘅，厚實，封口處印有原始徽章。我發現佢塞喺紗門上，就好似佢哋知道某人獨居時會做嘅咁樣。冇敲門，冇按鈴，只係輕輕地放住，似係有禮貌地遞送壞消息。我冇馬上打開佢，我把佢帶到廚房，放喺台上，先給自己倒咗一杯咖啡。我坐低嚟，聞着熱氣，然後攞起信封，用切午餐番茄嘅同一把刀割開。一份法院傳票，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而家係官方文件啦。2週後開庭，初步聽證，尚未係刑事案件，但卻係可能發生嘅開端。需要證人陳美玲。案件號碼：調查保險詐欺同虐待老人。彼得同海倫嘅名字印在下面。我截好信，放咗下嚟。我心中冇恐懼，不再有，但卻有一種奇怪嘅遺憾，不是為咗我自己，係為咗曾經相信呢一切不可能發生嘅嗰個我。嗰日過得好慢。美根喺圖書館，我想佢正在申請碩士學位，將其融入佢訪問期間嘅安靜角落。佢冇講要待幾耐，我冇問。我整個下午都喺地窖裏邊翻找舊箱。唔係因為我需要乜嘢，而係因為我想記起我保留咗乜嘢，我放棄咗乜嘢，以及佢哋喺未經詢問嘅情況下抌掉咗乜嘢。我揾到咗亞瑟母親為我哋嘅婚禮做嘅棉被，仍然摺疊住，仍然柔軟。我揾到咗彼得嘅嬰兒鞋，用薄紙包住。
佢嘅學校報告，佢5歲時做嘅生日卡片，上面 everything 嘅 K 拼反啦。我乜嘢都留住，而呢個並冇救我。嗰日晚上，美根做咗晚餐，意大利麵、蒜蓉麵包。我哋喺廚房餐台上食飯。飯後，佢問：開庭時你希望我在場嗎？我點咗點頭。我考慮咗一下，然後搖咗搖頭。我需要獨自面對。佢冇爭辯，佢只係話：咁我會等住你返屋企。我伸過手，握咗握佢嘅手。佢冇退縮。2日後，戴維斯女士帶住更多文件、法律術語、法庭程序、時間表嚟咗。佢乾練卻和善，總係喺佢沉靜嘅外表下隱藏住一絲鋼鐵般嘅堅韌。佢哋會試圖操弄呢一切。佢警告道，聲稱呢一個係一個錯誤，一個誤解，情緒困擾。佢哋會話，佢哋以為你走失咗，你表現出認知能力下降嘅跡象。我微微一笑，讓佢哋試試吧。你有醫療記錄，鄰居們喺你離開前睇到你身體健康，銀行對賬單、監視器錄像、旅館登記冊，仲有我手上嘅牙印。我補充道：哦，係嘅，我有證據。佢睇住我，你係想全面作證，定係只做一份陳述？我會作證。我話。佢點咗點頭一次。好好，佢離開後，我企喺門口，門關上好耐後，我仍然睇住街道。喺某個地方，佢哋正準備排練台詞、提交文件、練習悲傷。佢哋唔會期望我保持鎮定，佢哋期望嘅係嗰個被佢哋埋葬嘅女人，而嗰個女人已經消失咗。我係嗰個返嚟嘅人，呢次我唔係嚟乞求嘅，我係嚟陳述真相嘅。法庭好少，冇陪審團席，冇攝影機，只有法官、書記員、2位律師，以及每一步都會發出吱嘎聲嘅舊木頭。我坐喺證人席上，戴維斯女士坐喺我身後，房間嘅另一邊。彼得同海倫，佢着住米色衣服，佢着住悲傷，怨燙得好差。法官審閱咗文件，翻咗一頁，清咗清爽紙。本次聽證會涉及陳美玲女士保險索賠嘅有效性。該女士曾被推定死亡，後被發現仲活住。法院將聽取證詞，以確定是否有充分理由將此事提交俾檢察官。佢睇住我，陳女士，你可以開始啦。我冇簽鬥，冇排練，我只係陳述咗真相。10月18號，我同嘅仔同佢嘅妻子去咗山上。佢哋話只係一小段路，唔係噶。佢哋帶咗點心同水，佢哋叫我休息一下，然後就走咗。我從未見過佢哋回頭。我停頓咗足夠長嘅時間，讓整個房間感受到呢一切。佢哋係故意拋棄我噶。我冇手機，冇身份證，冇食物。我等咗12個小時，我爬咗2日，我揾到咗一個小屋，我揾到咗一條路。一個男人載咗我一程，帶我進咗城。我去咗銀行，保險已經辦理咗。佢哋喺我揾到水之前就已經計劃好我嘅葬禮啦。彼得冇睇我，海倫交叉雙腿，然後又解開。法官問：之前是否有任何衝突？是否有任何理由讓佢哋聲稱呢個係一個錯誤或者判斷失誤？我點咗點頭一次，有好多緊張關係，我唔再方便啦。我俾咗佢哋錢、授權書、房、我嘅保險單。嗰陣我只係一個等待嘅遊戲。海倫嘅律師企咗起嚟，年輕，着住一套精良嘅西裝，聲音過於圓滑。陳女士，您嘅記憶是否受到咗創傷嘅影響？您是否可能誤解咗您個仔嘅意圖？我直接睇住佢，我嘅記憶確實受到咗影響，係嘅，但唔係創傷，而係鬆針同腐爛嘅氣味，係脊椎瘀傷嘅瞓喺地上，係佢哋聲音漸漸消失嘅聲音。反對。法官舉起咗手，讓佢講完。我輕聲向前傾身，佢哋冇忘記我，佢哋冇弄丟我，佢哋拋棄咗我。然後佢哋耍斗大。戴維斯女士接住企起身，
你能確認保險單喺6個月前更新過嗎？係嘅，係邊個建議更改嘅？海倫話佢過期啦。佢話呢講話時笑啦。美根後嚟話俾我，佢喺一個公開入口網站上睇到咗先本。佢讀咗每一個字。佢話呢講話時笑啦，呢個係佢記得最清楚嘅一句話。其餘嘅係文件、證據、銀行對賬單、醫療表格、我爬行後受損嘅雙腿照片、旅館接待員、卡車司機、護士嘅證詞。當我哋結束時，連書記員都唔願同辯護方進行眼神接觸。法官睇住佢嘅辦公台，然後睇向彼得。你有權簡短回應。彼得站咗起嚟，佢嘅聲音震抖住。佢好困惑，佢老了，會忘記事情。我哋以為佢走失咗。我哋冇馬上知道佢失蹤咗。法官挑咗挑眉，你喺報失蹤人口之前就提出咗人壽保險索賠。彼得結巴巴地話，假係一個疏忽。海倫一句話亦冇話，佢嘅律師試圖解釋，但呢個都冇用。損害不在文件中，而喺房間裏。喺寂靜開始傾向真相嘅方式中，法官合上咗文件。法院認定有充分理由將此事提交俾檢察官，啟動刑事調查，罪名包括詐欺、虐待老人同企圖謀殺。法錘敲響咗一次，就咁，我慢慢咁企起嚟，我嘅膝頭哥隱隱作痛，我嘅手此刻有啲顫抖，但唔係因為害怕，而係因為解脫。我冇睇佢哋，無論係走落去定係走到門口，外面空氣涼爽潔淨。戴維斯女士喺台階上加入咗我。你做到咗你想做嘅事，佢話。我點咗點頭。而家佢哋可以盡情撒把啦，全世界都知道啦。咁接落嚟，你打算點辦？我望向天空，蒼白、湛藍，無邊無際。我要活下去。我完整地講，呢一次佢哋係喺周四下晝嚟㗎。夕陽西下，空氣中彌漫住灰塵。嗰個安靜嘅時刻，大多數人仲喺工作，郵件已經送達。我剛剛掃完門廊。呢個係多年未做，但而家幾乎每日都會做嘅事，有節奏感，有幫助。我冇聽到車聲，我唔需要，我感覺到咗佢哋。我轉過身，佢哋就企喺架度。彼得走喺小徑上，海倫緊跟喺佢身後，雙臂緊緊交叉，戴住太陽眼鏡，仿佛喺躲避白晝。佢一開始冇講話，只係盯住我，仿佛我係一幅佢不記得買過嘅畫。我乜嘢都冇講。然後佢終於清咗清嗓子，媽，我哋可以探他嘛？我冇動。探乜嘢？佢換咗重心。一切。我只係覺得，也許我哋應該試住。試乜嘢？我問。佢因我嘅尖銳而退縮，盡管我冇提高聲音。聽住，我知道呢個睇起嚟似乜嘢。佢好快咁話，但我哋好驚，你好健忘，有時候會亂跑。我哋以為也許係失智症。你認為失智症會喺森林裏面發作嗎？我問。海倫呢個時候上前一步。我哋乜嘢都冇計劃，美玲。你喺扭曲事實，你動作變慢啦。你講話講到一半會瞓着，你曾經忘記關爐子。我記得，我話你哋談論咗好幾個星期，我哋好擔心。佢堅持到，人們喺度試圖保護某人時會犯錯。你申請咗死亡俾付。我話，佢把頭轉開。咁係一個疏忽。我話，平靜地，疏忽係忘記生日。咁係個決定。彼得嘅聲音低沉落嚟。我冇諗到你會出嚟。就咁。佢輕聲話，幾乎好似係佢唔想大聲講出嚟。我睇咗睇佢嘅手，而家塞進口袋裏面。佢哋冇顫抖，冇緊握，只係靜止住，仿佛佢終於冇故事可以話俾自己啦。我唔係嚟大吼大叫㗎，我話亦唔係嚟羞辱你哋㗎，你哋自己已經咁做啦。咁
你想要乜嘢？海倫問。乜嘢都唔想要。我話，我從你哋身上乜嘢都唔想要。一片寂靜降臨，漫長緩慢嘅寂靜，嗰種以前亞瑟仲活着，努力唔講出佢對海倫冷笑嘅真實想法時，曾經充滿屋子嘅寂靜。彼得抬起頭，我只係以為你會原諒我哋，寬恕。我話係俾嗰啲話我錯咗嘅人，而唔係俾嗰啲話我有原因嘅人。佢嗰時睇起嚟似個孩子，一個着住尺寸太大嘅恤衫嘅成年男子，試圖縮回自己體內。我向前走咗一步。你想知道我記得最清楚嘅係乜嘢咩？我話唔係飢餓，唔係寒冷，甚至唔係爬行。我停頓咗一下，讓風從我哋身邊吹過。我記得你哋離開我時係幾咁安靜，幾咁冇讓我感到驚訝。佢眨一眨眼。媽，我話你不能再咁講啦。海倫轉過身，我哋不該嚟嘅。你講得啱。我話佢哋開始走返車池，但喺佢哋到達車池之前，我補充道，我希望你哋兩個都能夠揾到比你哋過去更好嘅自己。海倫冇轉身，彼得轉咗身，就一次，我愛你。佢話，我點咗點頭。我知道，當佢哋揸車離開時，輪胎甚至冇發出足夠戲劇性嘅尖叫聲。之後好長一段時間，我企喺嗰度，唔好，唔空虛，只係結束咗。嗰日晚上晚些時候，美根喺門廊上揾到咗我。佢哋嚟啦。佢問，佢哋走咗。我話，佢坐喺我旁邊，手放喺我嘅手上，有幫助咩？我思考咗一下，冇，但亦冇傷害。我哋睇住天空從粉紅色變成灰色，空氣中彌漫住灰塵同塵草嘅味道。佢哋永遠唔會明白。美根話，佢哋不必明白。我回答，佢哋只需要遠離。佢哋確實咁做啦。我再亦冇收到佢哋嘅任何消息，冇信件，冇電話，冇律師嘅把戲，只有單純而純粹嘅缺席。有時候呢個係你能夠得到嘅最好嘅平靜，有時候呢個就足夠啦。我冇重建我嘅生活，唔係好似人們所講嘅咁樣，似一座用更好嘅釘子同更新嘅木材重新組裝嘅房子。我只係執起嗰啲仍然屬於我嘅嘢，嗰份寧靜，嗰啲早晨，以及我醒來時唔再需要被需要嘅自己嘅呼吸聲。美根留低落嚟度過咗冬天。佢話只係短暫停留，但從未確定離開嘅日期。佢喺圖書館工作，大部分晚上都做晚餐，用只有年輕人先至能夠帶嚟嘅嗡嗡聲充滿咗房。我唔知道歌詞嘅音樂，關閉嘅門後嘅笑聲。當我忘記今日係邊一日時，樓上嘅腳步聲。我哋再亦冇談論彼得同海倫太多啦。佢哋漸漸淡出背景，就好似一幅你忘記取落嚟嘅糟糕畫作。警方嘅案件拖咗好耐，緩慢而冷漠，就好似大多數涉及金錢同家庭嘅事情一樣。指控仍在審理中，我冇追究，亦冇查詢進度。我已經冇乜嘢需要證明咗。3月初嘅一日，我坐喺後門廊同美根傾偈，問佢，你覺得似佢哋咁嘅人會點樣？佢聳聳肩，佢哋會去揾別人利用，或者最終人們會跑光。我點咗點頭。嗰似我咁嘅人呢？佢用溫柔而了然嘅眼神睇住我。你會把門閂上，然後打開窗戶。嗰年春天，紫丁香4年嚟第一次開花。我唔相信指笑，但有一日朝早，我坐喺佢哋旁邊，呼吸住佢哋嘅芬芳，就好似我以為已經失去嘅舊事物，唔係魔法，只係生存。美根種咗番茄，我哋油漆咗廚房。佢揾到咗我嘅舊食譜卡片，並做咗備份。我買咗新窗簾，唔係米色嘅，係黃色繡有白色圖案嘅，就可以摺疊嘅陽光。而呢棟房子，我嘅房子又開始聽起嚟好似我㗎喇，唔忙碌，唔安靜，只係真實。一個傍晚，我企喺曾經被禁止進入嘅臥室裏，我撫摸住梳妝台，灰塵不見了。
海倫留下嘅香水唇亦不見咗。我打開一個櫃桶，放咗3樣嘢入去。我寫俾美根嘅信，恢復我所有權嘅法院文件，一張多年前我同亞瑟喺門廊上嘅照片。佢嘅手搭喺我背上，我閉着眼睛靠喺佢肩上，唔係為咗記憶，唔係為咗遺產，而係為咗真相。因為如果呢棟房再次被清空，我希望有人知道我曾經喺呢度，而且我並冇悄無聲息嘅離開。5月嘅第一個星期日，我2年嚟第一次去教堂。床凳上嘅一個女人叫蘇菲嘅，睇住我，仿佛佢睇到咗鬼魂，而佢確實睇到咗。你氣色好好，佢低聲話。我笑啦，我好好。嗰日報道嘅主題係拉撒路，諷刺意味，我心領神會。之後佢哋供應咗啖咖啡同2塊甜餅乾，我都攞咗，唔係因為我想念佢哋，而係因為我能。嗰日晚上，美根同我坐喺門廊上。而家呢？佢問。而家我哋生活，冇計劃，冇任何需要別人許可嘅計劃。佢把頭靠喺我嘅膊頭上，我哋睇住星星一粒一粒地出現，就好似內心嘅小真相。不算話，當我終於開口時，唔係為咗佢，係為咗你，為咗任何讀到呢篇文章嘅人。佢哋可以忘記你，佢哋可以埋葬你，佢哋可以喺咁做嘅時候微笑，但你仲未結束，除非你咁講。你可以翻嚟，你可以選擇沉默或喧囂，或介於兩者之間。你可以保留你嘅名，即使你必須爬行先能做到，尤其係喺嗰陣。所以攞翻嚟，把一切都攞翻嚟。當佢哋問你係點做到嘅時候，乜嘢都唔好講，只係活住。如果呢個引起咗共鳴，請分享，外面仲有人喺爬行。